逍遥，不招摇必成笑，奈何人心难料。藏得着无人晓，执念不曾动摇。让尔虞我诈成徒劳，掌中宝，心中刀，邪魔都不阻挡。孤身失恋热血烧，在一夜熟悉脸颊，再无牵挂的放下。震撼后天地为家，从此相忘于天涯。看当今生的强大，千般奇异的造化，千万年仿佛一场。这一路破空，苦难有千种，谁人懂？只求有朝再相逢，修炼成始终，愿周万事空都目送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修炼成始终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还真来对了，这小子不知又在炼制什么宝贝。哎呦呦，哎呀，韩老弟，可太见外了吧！我都不知道，你这位阵法大家还是位炼器大师啊！早知道这样，前日就不该委托吴成阁的人炼器。这吴成阁呀，在仗着老字号，就知道宰客，练坏了东西还不赔偿，再也不去了。以后啊，就请韩大师出手了。哪里，金兄，韩立学艺未精，当不得大师二字。韩某有2位友人，才是真正的大师。可惜呀，天不假年。唉，人各有命，老弟就不要如此介怀了。金某今日来，是有要事相商。哦，是韩立怠慢了，金兄请。请。韩老弟，请看此物。这，往此物中注入些灵力就知道了。这是古修士洞府。正是。此地藏于一座不为人知的岛屿，里面应该有不少异宝传承，但外面有个大阵笼罩。韩老弟精于阵法，所以想请你加入。破阵之后，金某承诺，但有所得均公平分配。此物气息古朴，不似作为。这位金兄声名在外，此前又曾协助于我。我如今也是有法宝傍身的人了，若是风向不对，逃了便是。哎呀，这天星城中修炼阵法之道的本就不多，这关键是跟他们真不熟啊。韩老弟，你可千万别抛下哥哥不管呀！金兄，这破阵之事，如何？韩某自当尽力。只是在下不善杀法，哎呀，若是遇到刀兵，还需要金兄多多照顾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保证，韩老弟只管破阵，后面若是有什么厮杀的事，包在哥哥身上。而且，无论收获如何，定会有你一份。虽比不得虚天殿，但这等年头的古修洞府，万一机缘到了，说不得还能寻得一丝进阶元婴的可能呢。
金兄，其实我一直想请教，这虚天殿究竟是什么门道？里面到底有什么能让全乱星海都趋之若鹜？韩老弟，果然也在打虚天殿的主意。这虚天殿乃乱星海第一秘境，传说还是远古大能所留的一处洞天福地，在哎呀，数百年才开启一次，其中也是自成天地，奇珍灵植、上古秘宝应有尽有，取之不竭。但诡异凶险之处也是数不胜数。每次开启时，都会有不少知名修士丧身其中。听着倒与天南血色禁地有些相似，这些大能倒也是无聊，变着花样设计些门道，莫不是消遣后来人？唉，人心贪念，即使元婴大能都不能免俗。只是天下哪有白吃的宴席啊？这些死掉修士的一身修为身家，还不知会归向何处。韩老弟，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！不错，金某也早有怀疑了。这免费的天才地宝，坐等着人来拿，还取之不竭，怎么听都像是个陷阱啊！不过，这其中还真有修士得了天大的好处。哦。韩老弟啊，接下来哥哥说的话可是我金家代代相传之谜，若非是至亲兄弟一般的韩老弟，哥哥可是不会逢人便讲的。这个自然，金兄此间所言不传六耳。哦，金兄，请讲。传说这虚天殿中最有价值的秘宝，皆封在内殿的一座鼎中。此鼎名为虚天鼎，中有一物，名为补天丹。此丹的唯一效能，便是可以极大的增加寿元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元婴老怪们明知其中门道，也要以身犯险。这增补寿元一事，夺天地之造化，确是高阶修行者心之所向。正是。想来那些元婴修士，无一不是纵横叱咤的枭雄之术。这世间，他们所惧怕的，无非是终有一日生死道消，修为、势力，统统化为乌有，最终只能沦为一处洞府遗迹，被后来的修士拿来寻找机缘。所以啊，每次虚天殿开启，那些元婴修士都会为了抢一个入场名额打破头。金兄，你适才所说有人在其中得了天大好处，莫非就是这补天丹？相传，这得了好处的修士共有3人，其中2人本为道侣，另一人却是其中那位女修的兄长。3人当时还只是结丹修士，结伴探索虚天殿，机缘巧合下得虚天鼎眷顾，得了补天丹。哦，有如此奇遇，那想必这3人后来成就，也定是非同小可。韩老弟果然敏锐。
不错，其中那对道侣，正是当下新宫主人。那位女修的兄长，便是当今乱星海魔道巨擘，也是为数不多能与星宫双圣分庭抗礼的元婴后期大修士，六道极盛了。此般传说不知有几分真假。好茶啊！咱们刚说哪儿了？补天丹，虚天鼎。哦，对，虚天鼎。这虚天鼎好像离咱们有点远了。先说说该如何进入这虚天殿吧。韩老弟，可听说过虚天残图？哎呀，金兄就莫要卖关子了，听得小弟心焦。这虚天残图呢，是进入虚天殿的路引。传说平日看上去就是一张普普通通的锦帕，但虚天殿一旦开启，就会指引去向。若是没有此物，想在这茫茫大海上寻找虚天殿的位置，犹如痴人说梦喽。锦帕，不会真是这东西吧？所以说，这天与福取，反受其咎；时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虚天殿远在天边，可这古秀遗迹是近在眼前啊！韩老弟啊，那个遗迹我找了好久，你可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功夫。能在福宝的接连攻击下完好无损，绝非凡物。再结合那传送阵旁无名修士骸骨的情形来看，这多半就是让整个乱星海动荡不安的虚天残图了。那人究竟是何许人也？大挪移令、血雨之柱、极阴岛的功法、虚天残图，看来都是他从此地经由传送阵带去的。临了还混了阵。只是不知道后两者如何到了虚王的手中，再流传到我这里，又被带回此地。这还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玄妙无比。是方法不对，还是时机未到？噬金虫又进化了。果然，喂食的东西不同，成长效果也不一样。看来以后还是要多做些实验。修官，胃口不错，竟能以法力为食，以后有得瞧了。虚天殿要去吗？多半会遇到极阴岛的人，还有其他元婴老怪。可若是不去，岂不是浪费了天赐机缘？金青说的对，天与福取，反受其咎。就先用那古修士遗迹练练手吧。
韩老弟，可是有什么问题？金兄，确认就是此岛吗？嗯。此阵名为天罗阵，擅闯其中会被雾气扰得神魂紊乱。不过，此阵多用来防备妖兽，对我等人族倒是没有什么直接伤害。但最主要的，此阵可不算什么古阵啊。果然，韩老弟也发现了，这层薄雾确实有些古怪，可有破解之法？此阵不需破，只要展开护体灵光，就可无碍通过。恐怕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。啊，话说金兄，你不是邀请了其余几位同行，他们人呢？老姐，你个杀千道的走上来了，来，怎么还带俩人？我和剑道友、师弟仙子都在啊，速来会合啊！瑞兔辞旧去，降龙迎新来。众位道友前来可好？中岁将至，韩某也收到了不少道友送来的新春祝福，且让韩某一观。祝你早日遁出红尘。这个我熟，会继续遁的。谢谢道友。祝你新的一年别再被人撵着跑。谢这位道友。韩某定当尽力。加更加时长加。好了，今天的祝福就读到这里吧。诸位道友的祝福，韩某都收到了。韩某也在这里祝全天下的道友在新的一年里阖家幸福、平安团圆，所行皆顺，念头通达。也能摘下星辰，天然